开始向一到5行30公里前到1公，再1公，3公，蹲到1公，再1公，3公。前点环时慈悲前到1公，蹲到1公，坐下。先知性，欲入善心破戒，及法界三昧者。欲入善心法界，及法界三昧者。思修法界行，思修法界时常金刚经法界经即必见性。时常金刚法界经即必见性。当知此经功德，当知此经功德，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，经中分明赞叹，经中分明赞叹，莫言故说，莫言故说。咱今啊，以前这段来讲，各位这报告，先知性就是咱做会员，或者像咱各位注意代表，但是咱各位以17多年啊，这个东修弟子来到这个咱六祖方丈寺，要听到咱六祖说法，咱六祖开门见山来讲，欲入善心法界，及法界三昧者。当然，这套话应该是欲就是你要离迄个物件，伊咧修道，要离迄个善心法界。这个善心呢，伊咱一定爱知影，因为有分做千经，有分做千经，有分做善心经典。所以伊这部经典讲起叫做善心经典，因为你善心法界，所以咱知影，每一天我所讲，互相善心微妙法，这个善心叫做微妙法，所以这个善心的微妙法叫做互相。咱伫经部经，咱听下，因为这个书包里。听经部经，听到
伊若讲一句话，说无题文说是经，清解而出，譬如比丘，合掌中的不言，不说如是，诚心经典我，诚心经典，我将说的为咱理论如是是经，所以呢，这个诚心的经典。啊，什么叫做诚心的经典呢？我一个解释，这个诚心的经典，那讲起来，讲一个较严肃讲起来，讲起个言语而说，啊心因为这是一种真正你实在点这个，啊这个，咱要用什么讲？要用文字，要用声音，总是一个方便少。所以啦，每一天啦，那个无效，后边很多叫做啦微妙法，因为微妙有分做粗细微妙，所以呢，咱了解在圣经典的内底当中，伊就是咧微笑、化笑、见识上的能力。如果你若伫相中，你找伊圣经的面貌，我甲你讲，这种叫做错啦，这不是叫圣经的面貌。圣经的面貌就是你一定要有它这个定义，题目是圣经的面貌。所以用诚实法解，经法界三昧者，所以叫做法界三昧。这个法界叫做定义，咱知影？伫咱叫做妙定义。三昧，三昧性，叫做正等这个咱们知影正等、正受、正修三昧行、三昧行，这个正等、正受，这个是这两个三昧行，叫做正等、正受。你这个正修，这个正定正修，这叫做哪？这个叫平定。所以呢，看过去捌面英文叫做当时得个是我讲，我司法平定无有顿行，司法平定，这个平定就是叫做正定，或叫做正修。司法这个法叫做平定，无有顿行。证明阿庙得什么双？这个法叫做哪？这个法叫做无上正定正觉。阿庙得什么三摩地？叫无上正定，叫正觉。这个物件。咱讲起，你如果法界三昧，法界三昧性就是无上正定正觉。是咱这句话，伫咱经文中出现的阿庙得什么三摩地？甚至于咱的时阵啊，这个圣经后出现这句话，所以这句话咱我今日讲到这个所在，是怎样这个正觉，这个叫做自觉，这个叫做自觉，这个叫做觉他，这个叫做觉他，这个叫做觉行，觉行圆满。这句话，这句话这是三句话，自觉，自己天魔自己觉悟，这个是自觉。那自觉无自觉他，这个叫做阿罗汉。那伊阿罗汉叫做正知自觉，阿罗汉叫做自觉。有正定，有正定的觉他，这个叫做菩萨。这个叫做菩萨。因为菩萨是自觉觉他叫做菩萨，自觉觉他觉成无圆满叫做菩萨，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叫做无上。这叫做意思啦所以阿庙得三摩地，这句话就是讲无上正定正觉，嘛对阿罗汉菩萨一句。意思这句话就要解释出来，这个问题。
清净，自性清净圆满。这句话呢，咱讲啊较具体，就是说，咱的自性清净圆满，咱的自性清净圆满，那讲起这个这句话呢，咱直接来听听好。啊，因为略略受气方解或者三脉，会使来讲，因为到平定，平定是我平定就是静定，咱的自性就是讲平定，所以这个关键就是讲咱的地位。刚才讲起来，这句话叫做哪？这个定位因起，定位因起。哦，定位因起，意念清净，心叫做定，心叫做慧，慧叫做法界，慧叫做法界，心叫做定，定叫做三昧，三昧。应该介绍的你听到了吼，这个定，叫做三昧心，因为三昧心咱拄则讲的是叫做正定嘛，正等嘛，叫做正受嘛。所以伊叫做定，叫做无入，哦，不染，无受到外口的力量，咱的智慧生出来。所以六祖当中甲会讲，定慧因起，啊来呢，意用清净。哦，所以这个定起，所以这个叫做定，这个叫做定。为了自性的三昧心。所流露出来智慧，所以咱自性的三昧心，三昧心就是我拄则讲叫定，因为伊的正道的解说叫做正受，因为这句话讲，这是一个梵语，梵语叫定梵语叫三昧，原来中国话叫做哪？叫做正能、正定、正修。静，无关系的意思。这个定的跟定修，就是叫做哪？叫做静修，叫做正受。你无偏受，因为你今日去静正受，换一个解，换一个解释，叫做静受、静修。你无力量定，因为你有一个坚定有业心，所以你修叫做静修，所以叫做正受。所以这句三昧心，那依这句话解说的，它是定，定，因为它不动摇，无受到外口一切的应用，所以决定但有所指的地位，跟讲起来就是这句话买到三昧心买到来叫做主线，主线，哦，因为你主性就是如不动嘛，它不动不如嘛，啊，所以你生出了你的地位。所以这句话来讲，就是那个尽量我咱的主性，啊，讲咱这个地位，所以咱直接来讲，用入心清法界，啊，心清法界就是讲啊，迄个讲主性法界上性，伊叫做冲虚空遍法界，所以伊无离开虚空法界，所以咱就是去上好你来讲，离外口，哦，受到一切的物件，咱。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这六样的对当中，你见着这六样，你会当个转啊，你会当个转是一个清净心，你的心处处拢无可能受到这物件来影响，你的地位嘛。所以伊真的是啊，咱讲听这个囝，咱就生这个囝，啊，讲大就错错，啊，咱的心就老歹，啊，咱的心就老歹个，啊，咱的心就是啥？哦，老严重，所以伊咧。本是一个心的清净，所以来讲，入心修法界，我这三昧，安听有啦吼？修思修法界行，这个叫做法界行，般若心，哦，法界行，后边这个行，咱来了这个法界。是咧讲叫做地位，地位。你受法界后尾要讲这个行，这行在讲啥物啊？这行就是讲叫做变化。
想啊。好，人家咧读文字尔，人家咧读文章尔，那咧读好多，即个好多好。我想你讲，好多好的文章是写到安怎？写到惊死啊！当时咧，真正写到惊死动的。但是伊做出来呢，伊通做好的行为，做出是笑死人吼。小原理，因为伊我文字尔，毋捌实践。好，你若去问一个文字，人伊想来做一个这文字吼，那伊会当听啊，这国际性，虽然伊的国际内底讲，伊所流露出来伊这个实际国际性，所以呢，伊本来天生的素质，所用伊就是北中国的东西，伊就现象，所以行诸者哦，伊出因佛法。伊所有就是叫做一心，叫做一心一心一行，一心一行。什么叫做一行？所以行诸者出入佛法，伊是一心，无二心，伊一行，因为伊无多想作者。所以你今日，咱就是哪，行了上好上忝，开始去办公听了上久，听报应办公较多好。天上嘛，应该是这包包干嘛是？咱的心要诚实，因为咱的心面对着咱今日的这个环境了后，咱若无真正现实，无真正现实的发展性，行着讲你真正行会落去，你真正要求家己会落去，那你是着是会成功。现在讲，因为你文言读作济，道理读作济，但是拄着是有倒啊。讲叫足诚实的，要叫咱来拜车神就叫啊，咁是安尼吼，拜托人，咱人哋讲拜托无人，现在讲，咱要都是做舒适的做，迄你心境来讲，有要生活到安那，天天排放是安尼吼，考察这道理啊，叫要拜佛，我别个，叫拜佛我袂，安尼有发生现无？你嗰啲物件你都唔知去行，你都行袂出去，对不对？安尼有发生现无？所以国际的艺术是讲，你真正会行。无论多着什么物件，像老建议，伊伫大陆论坛的时阵，大陆面对着这个冲突的时候，你也得来开口，你也得爱用调解。老建议伊嘛有规定伊个人的生死代表。我相信，我为了自己，伊今日离开着中国大陆，走到咱台湾，迄段过程，你若听起来真个话，老实哦。咱常在这里讲，离香港，这就是大概340万公里，比10几公里的人340万公里，用你挑剔。咱听无建议，若要去做铁路局，卖出来铁路边啊，要行业。咱讲一个单词，然后现在讲一句话，上天若要我，上天若要我来台湾做工作，当然伊就我，当然因为上天总是有听到，所以老建议真正退休会当再到台湾，有几十年内底当中会当把咱经验当台湾出，所以一心无二心对他这个，所以原因伊受到咱合作的感觉。咱今日听道理，听道理，若无专业听，那叫啥？咱愈听愈跳，愈听愈熟，听到尾忘袂落去。听到尾忘袂落去，因为如果实在忘袂落去，你有发这个才忘袂落去，你有发这大利用，有那是无好，咱叫咱行咱就行，咱叫咱做咱就做，咱叫咱创咱就创，这个发这个。毋是10条表，迄个互你去了，这个我打，迄条课坑互你去啊，无人要做互你去啊，我家选迄个哪，较轻松的啦所以受个讲的，人派到你做的对，你若时间无来接受，你嘛当时间，迄个哪接受。
真正就是真正接受一个感觉，接受一个感觉。修到若是讲感觉，这真正是无钱。真正啦，修到若修到唔感觉，修到若修到袂欢喜，修到若修到啊个一个做对这个物件，修到一个设定一个运动，修到即摆按照这个，哦，安尼意思啦。所以讲，今日咱透过咱若做会员甲你讲，伊甲讲思修，你要入诚心的法界，你要入这个诚心法界，这个诚心法界，我讲起来，就是你要入到你的自性，变为顶起，到你的自性，流露出地位这个诚心的法界，你一定要行出来。爱修发这个地位，你茫愈修愈深，茫愈修愈巧。爱愈修愈旺，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。时常金刚经，时常金刚经，时常发这金刚经，时常金刚发这经啦吼，这个事。OK， 咱各位，咱若对金刚经这部在后面，咱就知这部金刚经本身伊的本质。那金刚经本身的本质，袂讲地位，所以金刚发这，这个发这就是地位。时常金刚这两句话，其实金刚就是讲自性，金刚这句话就是讲自性，这句话叫做自性。哦，这个金刚发这，这句话就是讲地位。这个叫做地位，金刚发这波罗蜜，这个波罗蜜，这个叫做英雄，英雄啊，恩上啊，这个艺术，是安尼在讲金刚，这个金刚有三意思，叫做金刚镜，金刚是一种，我是用这个金刚球啊来做比喻。那金刚球啊内底当中呢，伊的遗体体啊，金刚的遗体叫做作钉啊，遗体钉啊，衣裳钉啊，衣裳钉啊，衣用啊，来比。金刚球啊，这啥意思？咱先对金刚球这个解释。金刚球啊，下体迄条金刚球是作钉，所以金刚球要做迄甲讲花迄个球啊，所以迄球啊是伊球啊真硬，而且伊个相，咱金啊，这个电脑看起来，咱若一个金刚球到遮，这个技术很差。金刚球啊，伊个手，伊个发光啦，所以伊个衣裳硬啊。但是伊个衣用来啦，衣用就是讲，你今日把这个金刚球啊，你去刮破咧，迄破了，你刮了了后，写剪了后，这就是不同这个讲啊，这个硬就是一种自性，这就是讲这个自性，这我就是讲自性。因为那个，因为自性内底当中，你无当去甲破，你无当甲落水袂死，落火烧袂了，落土你甲砍袂了，所以呢，不生不减不减不生不灭，不破不成。所以伊自性的物件，就掺了这个金刚球的物件，因咱的自性，伊用着这种金刚球啊，伊本身的这个体。定来对自性，但是伊这个意象作用，伊就是在讲啊，伊就是在讲地位，在讲地位，这个解释地位，
因为那个，因为伊今日非常明嘛，公平嘛，所以就解释。伊迄内就是讲啥物件？哦，伊即个就是讲金黄金的即部经典叫做文字。即个文字用，伊会用就是无法出现。因为现在我咧讲即部经典啦，因为即部经典会互众生受不了。即部经典毋是一般的文字，即部经典叫做金光金的智慧，甲佛的智慧，会当度化众生众生的受不了。所以因为伊用金光或者日经是咧讲到即个金光是咧讲即个意思。反正当然，你金光你主线中所流露出来叫做关键，就是咱讲地面的，好，叫关键。这个关键叫做叫做秒义，好，叫做秒义。对咱的主线所流露出来叫做秒义。咱讲起来，就参照我迄大理有些人讲，这个主线就参照咱讲这个点，咱来讲点啦，吼。那点天命之为线，就是讲叫点；率性之为道，率主点的就是讲地位；率主点造出来，安尼叫道；率性之率性之为道，率性率主。你点若率主，移动点会变成你若率主，灵体。你若顺主电脑，所以袂偏袂讲，你今日你这个电脑走对电脑去，变成电脑出来；，啊走对电脑去，啊走对迄个电脑去，走对电脑出来，伊袂安尼因为你走对，你走电脑走对你个机器会生电体，啊伊若走对对走对，迄顺主这个物件，所以咱智慧就是讲，咱人的智慧，所以你顺主这个物件，走些物件。所以这个点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叫做哪？哦，这个叫做用，啊来这个叫做活用，都用啊，哦，所以点，这个点对理论跟点做，理论点造出来，就是跟活用，点做对电脑题，电脑。用对电脑所流露出来，咱要看的物件叫做功能。所以，咱的主线，这个无形，这个无形，好，伊这个无用，但是无形所流露出来，这个叫做妙用。妙用，咱讲妙是不可言，这个叫做妙用。对妙用所流露出来，以妙用所流露出来。里面有些物件叫做方面，你爱的方面叫做方面。所以咱平日调好咱的主线，咱有一个主线，但是咱讲有一个地位。啊，咱这地位当中呢，因为咱讲流露出必是地线，咱伫这个咱讲讲平，所以地线甲地位是都共一个物件。比如讲，今日这个手。这个叫地位，这个叫地线，我这个手。但是你若今日地位转落过来，安尼叫地位人数；你若转过，安尼叫做地线人数。啊，地线这个线，咱拄则讲这个线，这个叫做分别，这个线叫做分别，叫做电脑。这线。哦，这是叫做电脑，这是讲比方，这些就是这个，这些讲电脑讲比方，啊，这个形状是标准，所以我们拿出来要专设先地，所以咱对于这个主线有伏笔，地位甲地势来内干讲，但是咱即马就是哪，咱即马就是用地势来讲，所以受的是，咱受的若真正。无因为迄个受亲发界，你今日受着了地势的受，
个修道，所以修道要来巧。所以我过年那讲一句话，我告诉那讲一句话，老和尚他脾气大，大老师架势大，伊是安那讲这出文，伊咱修行的人，咱真正无用智慧咧修道，咱用知识咧修道。咱能讲嘅，你修道无正经，你平嘅，你有正经。所以讲，你把当作啊，把知识当作智慧咧修道，安尼你愈修愈会。现在修道愈修愈问题，因为修道愈修愈成圣，应该修道愈修愈甜蜜，应该愈修道愈修会愈欢喜。现在咱修道愈修愈无欢喜，咱修道愈修愈无甜蜜，咱修道愈修问题愈多，咱家己想看卖，是因为你用这个修，你用这个修，他别人那无关呢，你无用这个修，你无用这个修。问题出于什么人？问题出于你，毋是出于别人。问题出于你个人，毋是出于别人哦。因为别人修安怎，和你一点关系都拢无，拢总无关系哦。因为你家己起心动念和你有关系哦，是毋是呢？啊，做咱都是知影。遇到当时时的时阵，哦，我做人不是对的，你是对人，我是你啊。了人是割掉，割掉是管啊，你是讲是割掉？哦，你割掉是那个你是讲，就是有人讲，哦，就是有人讲，迄个人有人讲，就是那人讲，啊，说不赢，伊连甲一个啊，不能矛盾的，甲一个啊无可以矛盾，伊会受到压定位，哦，用着伊的定位，咱当时无做的人对袂？无做，我发觉这个人。实是不简单，我你差，我差别看见对我话，咱来做当面知，无用，咱去到这个历史，你是讲我，咱做伙老板，你会袂爽的，你会无爱的。我是要来经关的，我是要来修道的，我是要来学关的，我是要来听老师我讲，你咧听道的，你甲杀几个差别去遐咧做伙老板。我咧整理，我咧打水，我咧泡茶，甚至我今日人啊散散，无够啊，咱拍一个叫妖术啊，吼，咧整理，你这个人真难做，你这个人就对不了这个。你会要合作是高模，伊毋是毋捌哦，伊毋是毋捌哦，伊毋是高模，伊是知影哦，伊足清楚的。所以人去迄个差别，变多无万无言，所以到尾啊发生人变，作为新人变，发是甲做对，做对嘛是发是为人变，做对嘛是为人变，这种清楚的物件嘛。所以啊，一生就是啥，用智慧咧修道，你绝对无用知识咧修道，但是咱一条历史，咱人思不通，所以我是一直咧讲。修到这个问题，问题拢袂少，问题拢伫咧倒位，问题拢毋是伫吧，拢伫咧倒位。你甲想看看，风信流，哦，讲个，这两个风信，这个讲个风信流，哦，这边旁边有地点，这边旁边有地点，为人为己，莫因安尼。去方面有支持，就是去学咖啡嘛，去嘛，方面嘛，咱要求咱自己嘛，啊适合人类嘛，去方面啊这叫做人权嘛，哦，去方面有支持，哦，为人有己，毋是为他人而战，为人有己，毋是要去别人嘛，所以风信啊，这两个两个干，千万。规个无是，规个无对，规个无对，规个不同。好，啊，所以这件你来相信，当时空性人是标，因为你是修行道，就是对你个人安尼去标。你家己你一场考别人，你一项，你家己你一场甲别人一项，安怎讲？因为你就是你的班别，你有关系。你身
信仰是你的，人信仰你是怎个？咱身份倒去，你若无，你若无身份，咱身份倒无代表你的身份啊。咱是安尼，伊安尼讲，你无变个，所以就是咱六祖来讲，思想金刚经即是变成，安尼知影吼？金刚咱这不是金刚经内底伊有分做这个。好，金刚经你若对32部来讲，伊内底讲到清楚。所以好金刚经伊讲到23分，讲到24分，后面版就讲到25分。金刚经好要讲咱一两物件，吼，金刚经来结束。但是咱感受着金刚经讲三个道理，哦，袂叫人每一个人完所有上还是伊好，免得就变出上微上，免到即件出来。别看这个好，所以呢，思想金刚这个变成，当你出现了这个无量无边，金刚不明真的莫名菩萨，当你出现的光景，咱知影，不离金刚经有讲，是金刚经大多数的。当你是人，如来是为法大乘教说，教父的，如来是为法最上乘教说。若有人受持佛上处的条路，若有人确实有人受持佛上处的，乃至数一定与他人说，有性的。再来讲，如来识你是人，识见是人，识听如来，识你就是伊知影。如来识你是人，这个人；如来识见是人，如来知这人。成就不可量，不可称，无一边。不可数有边，伊咧讲的就是这个数字讲话。不可量就是讲不可测量，无有边就是无到一个变化。不可数字讲的，毋是互你会当用想象的方式。所以这道来讲，当你出这个光景，这个光景以前啊，伊是有老有伊毋是有老有少。伊这个当中，有道理的结婚。叫做啊，预防是什么？在这当中，伊讲出来，说的若有人以3000大千世界之过之有过失，是人必福有多。这句话就是当时阮离结婚在这当中，咱唔说的啊，假使有一个人用3000大千世界，一个学会就讲。用这个数字，叫做11粒11亿，11粒10亿颗，11粒的地球的七宝啦吼，七宝就是讲选照买了地区一寡7项宝贝，我以11粒的地球啦吼，摕布施，然后摕布施，伊这11粒地球摕布施，有无？我就讲，我摊底留一条物件，有小我几条就讲我来保留一下。伊是用11粒的地球11粒地球的七宝，七宝摕布施，是你人认为到吼，这是我咧唔错的。这个摕11粒的地球摕布施的，这个人的我见到吼，是会怎啊？所以说我哋讲上多谢罪，不知道，安尼多谢。但是我得我说我哋讲一句话是福的，这位福的是福的，福的咯，这位福的是，这两句话都对啦。就你讲这是世间法，福的是世间法嘛，世间法嘛，这是出世间法嘛，出世间法嘛。这不是啥物物件，是福的，这个福的是道如来说明福道。如来你当然福道，伊个是对的。是道如来说明福道。世间法有一个道，有一个小，这两句你明白啦？这个对的，这两个对的，这个时候不是绝对，不是叫做绝对，绝对。这个相对，这个叫，它是讲为一
一个用11点，那有一个较够有另外一个比这个较节省加一点，这个叫做相对的多，它不是绝对的多。安尼讲啥意思？10点控1点，安尼这个点名，这个比这个较少，比这个较少。所以2的内底它不是绝对的多，它是相对的多。相对的多是细分法，但是这个绝对的多就是是细分法，是过路人说明好地方。后边有的那个。公司我哋用有比较数到这样，受其图像主义，乃至数面的其他人说有限制。他说有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，会当受其这个平方根。我先来讲空间，当你是人，当你处于空间无用无边，我才空间里面，你才搞对哦。我空间比如在1:1般的平方根来对比它，所以我提平方根来对比它，我讲这里面。他说有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，这个就是讲在那种世界上的比嘛，也用11秒的地这个较量，这个较量，这个较量吼，较量较量。他说有一个另外一个人受尽同相出兵来自属于的其他人说，有些比这个人胜过于3000代这世界。受其图像为他人说，受其图像不受出兵受不平，为他人说，这句话咧听好，为他人说，不是家己，不是自家讲，为他人说，这个这是大家吼。这句话受其图像出兵，这叫做自家。有数据告诉旁边的主管，为他人发烧，叫做在看。啊，这两个呢，我刚讲过，说刚刚这个叫做火山，这个火山，这个性的火山，这个比较给世间人嘅11粒地方的报谢之部，也不了解。等下练我方面是第二个。因为咱咧想咧想，咱咧看拢看量一条，看量，看足济物件，看相，看相，拢看这物。咱拢无看到实相，咱无看到这些现象。我即马做讲点从第一部分，你了解？好，那别例，你这个目标我就想，对不对？我在想。你这广告真小，但是你有一条主线，叫做实相，这个主线叫实相。咁是安尼，你这主线叫做实相，但是你个马体叫做小。但是你这个马体就对啦，你这个马体就对实相啦。若无有这个，这个叫做主线，叫做代志，经济这个。好，你无能画出你一个这个没法这个，无这个想。啊，所以你这个人，这个180公分的原由，就是对着这个实相，这个经济啊。所以这经济的实相就是咱叫我咧讲，这个保障，就是这个主讲，它对这个这个保障，这个经济现象。啊，这个相就是讲3000代这世界，这个这是不现象，哎，那么有意思。但是呢，他说无这个无这个是上这个理念，而且你真这个拉对好，你这个拉对好。啊，所以呢，我哋来比喻就讲，介质总属理，啊属理总介质，这张树啊会当大只大，伊起身就是啥，就是张树啊的经济表现，这经济表现。会当大只大张，咱看到这个这大张，就参照咱嗰边3点来经济。但是咱拢看到这个相呀，咱无看到这个实相，也
去看表，你结婚人看的物件嘛，这个人看，阮世间人无地位，用分别的用物件，我咧讲用色，哦，以我地位咧看这个物件。所以今日咱学法就是看实相，啊实相就是无相。所以你今日来当去做着你家己这个实相发展，实相自性，而且你社会、你世界、你所有报谢的物件，这个菩萨讲的。所以而且来讲，当今处境的讲经，无量无边，经中赞叹，莫言无说。经中的赞叹啊，莫言无说的讲，无法度人去甲讲真就对啦。据说是讲，无法度去来讲达真的，迄个真正无量无边。咱用的老这种教量，3000、4000，全部来比如，啊，比如。我同社会修真同相处来提示问题，甚至用十二分、中二分、暗二分的些物件，的迄个性命来比如比如，明年迄个修真同相处来提示问题，用什么物件？比如拢无法同去比如较量，你会当去定定伊个自性中电子的分别，所以可见咱今日得到。咱今日定着这个自性，你今日讲对你自性中去甲查根，你对你自性中去甲用心，那呢你就用对主，你用对方向，唔是唔对的。咱讲我都用着地位咧，咱都用着较少嘛是地向，因为外口物件太黑暗，外口物件太侪比较结构，外口物件太侪个有些些。咱较做嘛咧做这个事，因为咱看袂到这个事，咱看嘛看袂上现在这个世界，这些宝，咱无看到迄个啦，修行同上出来，至于啦，所以点会开做这个菩萨，咱较看，所以我才会比，咱这个点，要是讲。伊若还伊会见，伊来讲，当然伊来就是他啥个见，伊另外看伊来见，然后来解释。咁是安尼，咱都会见，你会见见来。当然嘛，见见嘛，你若见见，你那差不多，后面的定差不多，后面见差不多，咁是安尼吼。就咱看者角度，黄金甲道德，黄金甲菩萨，黄金甲菩萨，你会见黄金来。你会见到菩萨，明白吼？你会见，真正你会见我无骗，因为菩萨是无法度用生法的物件，你会见。既然你讲，那按照比如肯定就是安尼，你是修嘛而有的，你修到你，因为你修到按照用的上。你上迄个，你看袂到是啥？你看袂到菩萨，你惊看到世界发的黄金，你看是啥？文革当时，伫济州高度顶只用黄金铺地，伊啦，伊就开始讲，我这黄金虽然是这样较济，但是我生这物件，我信这物件，我来当嘛花一个，好到这黄金双发。那安尼会当利益社会上，这个太大。咱当时我就更加无法子，无开发。到2500年，真难，中国了，印度中国了，我听讲啦吼，也是现地作者有报道讲这个。当时伊就开始甲高度经济两个人合作去经济上，互到遐钢筋线比这些。那咱讲这个黄金铺地呢，当时记者开始，是就开始，伊要把缅甸地以外卖呢。到尾啊，记者开始到讲，你爱我这个土地，是啥原因？你讲我这黄金，若要讲讲死就好了，就把那边，意
比赛。我今日来，我这起心真相，会当互咱所有的社会城人，会当到这受用、听好多、讲错，会当修菩萨。哦，那安尼，利益对咱社会城，咱记住太少，避免生活，安尼咱就来做。唔叫我无来去解决，唔叫我无来解决，但是树啊我保持，啊唔你来保持。树啊我来保持，我记住太少来保持。第四名保持，我同四名保持。好，一年的讲，一年将会怎么做？哦，都不要去修，所以呢，怎么把这个捡起来，去给当地人。有的人讲，哦，你这个波动真正，虽然你这个心，但是你得太重，啊，不简单，伊无甲你给力，伊这土地给出来，所以树啊是保持，土地是。唔把经过经来这两边那下，以求结波动，以德太重，啊，以德该随便的正确哦，我不会，所以来讲，经中哦文明不能不算，不要一声好，来一声好哈，出关门是最上先，出关门是最上先，为大地而说，为大地而说。为上金人说，为上金人说，小金小地，小金小地人文，小金小地人文，心心不信，心心不信，可以讲。比如天龙下雾无言不提，比如天龙下雾无言不提，正一落，正一自落，色界漂流，色界漂流，如飘草叶，如飘草叶，若雾大海，若雾大海，不惊不惊，不惊不惊。这方面哦。做语言，继续讲的吼，因为咱听做环境，这个环境是根据于环境的因缘的，所以呢，出发是最上上法。那咱我来讲，如来是违法但是假说，违法最上乘假说，如来违法上乘假说有。如来违法最上乘假说，叫做最上乘，叫做佛一乘，那个叫做哪？那个叫佛，那个叫佛乘一乘。那如来是违法大乘假说，违法最上乘假说，伊讲，若有人受持独上主义，假使一个人来当受持修这个念头无心。有叫意念不忘，如来知影，这个人哦，如来实体是实变事情，如来知影，这个人的心智性物件不可了，不可轻，我懂甲轻我懂物件甲比喻，不可思议功德，迄个功德不可思议，我懂用什么名句，用什么名相去甲做比喻，如是人等，这个人。会当得到如来阿弥陀佛咱每一个人来当真正了解达做慧能这份经典，嘛慧能达做是伊根据着金刚经的经验落来，金刚经发现，所以后壁有话讲，以前有写着，欲读小者，即着我便利便正心便是即着切无出兵不能来说，解释。小民之人，小民之人，这段就是讲，我即摆咧讲金刚经了。所以恁来当用达做大经，用金刚经，恁若捌有读金刚经，你会当用达做大经去甲金刚经，金刚经去甲正达做大经。所以这两段就是金刚经的第15本，叫做这个以金刚经分内底当中倒出来。虽然讲语言无相像，但是意思是相像。所以出门，这个我讲这个法门是最上乘，是为法大，是为大地而说，为最上人而说。这两句话就是我之前
才讲的，如来是违法大行者说，违法最小者说，该了解。原面是个博士，是硕士，比如博士，哦，博士咱个叫做哪？那医院来往叫做哪？最高学府嘛吼，最高嘛，博士嘛吼，最高学府嘛吼，最高学府嘛吼，这个，哦，硕士是咱台湾的公司名，哦。是博士跟人去结合，吼，是叫第二项。那这个就是讲啦，叫特性嘛，叫一性嘛，吼，最小性嘛。那这个就是讲什么呢？哦，这个叫菩萨，菩萨。哦，那伊就用并且唔顾的开始。哦，这个叫菩萨。啊，因为这个跟伊学校的迄个啦。学习吼，然后学校的迄个即个来咱做一个比较吼。那因为不得，伊咧讲的这个物件是咧讲博士，是咧讲我学术听对啦，哎对啦吼。如来是违法的行者说，违法最小行者说，伊就讲我即是咧讲博士听，是咧讲学术听，咱就一直听一个博士的学术。哦，使用什么的这个意见，咱今日若是这意见，咱真正唔该听得见，而且不一定讲的，更多。好，违法大典者说，违法上典者说，上典就是离奇啊。这个要到上典理论讲这个物件，这个简单。你学当时的时阵，做当面到底清楚来，好，拢是我应当大师啦是。大师来来跟文官来嘛做，你经常做官的，伊家大师来，比较松的，哦，艺术书啊，哦，艺术哦，那比较松哦，艺术节啊，艺术家啊，伊来个挂上面的当好点，其实那个后面，那你挂上面的后面呢，迄一年能做的那个伊逆流情况的东西，那是当时人做规定，啊讲应该来说。来到这个所在，需要倒转去吼，刚刚心跳，容易到我在搞什么？啊，所吼，啊，就这所在，伊说肯定袂咱夹嘅，我们讲，这运气已经足好了，所以今日不一些，咱今日会当听这个，它是信号的，所以我想讲，要听上进一点的啦。讲迄个笑笑的啦，讲欢喜的啦，讲唱调迄个啦，哦，你真是。有影啊，听欢喜啊，听唱调，对你心情有帮助无？对你心情清平来的地方，伊参三手啊见面，三手见面的，这三手见面的到来跳，你注意啊，我哋爱想，我知影啊，我知影你了这个。再过来卖，但是非常的保护，非常的。习惯你我那阵东西都把同你怎样干啦？按把同你按头干啦？我把同你啊，但是我袂，你到迄个所在，你叫做给你，啊伊人啊，大个，叫做大个百姓。习惯你，伊是变袂落，像变袂落，伊两地两条。啊，我意思是讲，是咱定袂落去，是咱的心情定这个发展袂了，伊咱的根气好，咱的根气好啦，我们的根气啊，咱的根啊，咱的根气好啊，好啊，哦，因为咱的根气好，所以今日修行都是一边定的。我哋爱想，我经常去讲一个我怎讲，讲一个我怎讲，啊，听落去迄个啦，听也是听好，啊，你听有要紧，啊，你个听嘛听有要紧，我无免讲你一定会听，因为我知影讲，即
即款的物件，不是大家拢爱听，嘛不是大家来听我的物件。啊，你来听我爱困，来到暗暝，哎嘛有啥意思？所以，因为听经、听上层经典，你会知，是对你的心情一直咧抽紧。你为什么讲？这是一个，互你定力会当咧更加深入。啊，无你正常讲的，听我落天啦，哦，爱听迄个，迄电台讲笑一唱动遐啦，我听对你心情先发生，完全无帮助。所以这点你会了解。心情小兵小利之人，小兵小利人文，伊刚才讲出来哦，小兵小利之文，心情不实，小兵小利之人，你听着这个道，你无相信，不离于光明里面智慧，不知道，如来是真理者，如来是神理者，如来是如理者，如来是不公理者，如来是不义理者。我都马上咱这救星，你今日真正要听这法，简单，所以你用无大宝就来过。我如来是真理者，我无你不袂差。我既然如来是实理者，我是真实的力量，我一定无力量。我如来是如理者，迄个如意者，这句话就是讲啥物件？这个如就是讲对伊个心情所讲出来物件。完全是清清气气的物件，无得来打迄垃圾。如来是不公理者，我无骗；如来是不义理者，我骗我安怎才讲啊？伊马上就信息，按住这个理解法，理解来看法，帮助来我的看法。但是你相信呢？因为你讲较简单，伊相信的，因为伊毋是较简单相信，所以如来他用的无好恶性的故事。所以伫当中呢，伊讲小兵小利之人，小兵小利，人无人听这道理，心不信。我就是讲，今日听兵法经，你听到这道理，心不信，听得对。兵法经里头查我们来的为了讲他讲，欲白小者，这个讲哪一个讲，你懂吗？肉热。用把喜欢这样小花手，用把喜欢这样，让水晶很喜欢，因为你也觉得喜欢。哦，这喜欢就是啥？这喜欢就是讲，喜欢感，喜欢感觉。哦，上面的和解法，这就是喜欢。用这这给方便，音点。因点、救心点、修正点，这个人，伊会承认啦。我想是对外口，我看到外口对我看，我见到对我家己心生出来物件，有这种现象，对我的心生出对我家己看法。所以合理到这个靠这个东西，因为伊叫做小姐啊，当中伊写出来，当中伊叫做境界，伊叫做用伊个人的思想分别起，所以呢，用小姐，这个某个人这个是小姐，伊来讲，你要到菩萨，你要到阿罗汉，某定思想来看，哦，你要到菩萨，法定思想来看，你要到法。你不要分空的思想了，因为我们对人会有空的思想。哦，心有思想，我定思想；有出我想，我定思想；如果有出对我想，我定思想。因为我们对我有思想，所以今日要做到经，就因为因为我们内底当中啊，方便过来，内底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心不信。所以讲，以前是讲的譬如天龙好物无量无边，相对不过。譬如因为咱做文的用譬如啦，天龙好物啦无量无边啦，相就是
起来，因就是讲整他，这两个意思出来了所以讲今日天龙下武，阎浮提，这个阎浮提呢，咱这个世界，咱这个世界叫做叫做人做酒，因为所以呢，人做这部阎浮提，代表说义，反在咱的中国话，叫做哪？叫做这个叫咱现在这个世界。南疆保守，南疆保守，不如不能南疆保守是讲咱这个江流区，咱这个世界叫江流区。江流区，伊这个世界，伊叫做南疆保守。所以呢，阮当时伫孙美山的中有分做南、西、北，东。所以呢，叫做有四大天龙。四大天龙就是以孙美山的四方，所以咱这个是上南方，叫做南疆保守。中有一个叫桃园天，三天叫桃园天，所以咱外只地区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南疆保守。所以呢，伊这个阎浮提就是咱这世界的能力，就是讲参照讲天龙下武，天龙啊，比如天龙天龙啊，你爱的话，你这个世间啊，以城市甲你装下啦世界漂流啊，如飘草天，任务大武，就参照安尼，伊就咧比如啦，就比如，我个是啊，这个落这边咱大雨，伫城市还是装下，这雨安尼下咧流咧，如飘草香，草大香拢流流对去，流去大海，真叫，这是比如啥物件？这个大海是比如咱出现，所以咱的生态，所谓是非。这物件，真正这物件，就讲咱的所有，我是讲北川回海咱同意，变了为啥子意象？北川就是足济条无爱水怎啊流去海底咧？海底哪有真不一样？那个大海，你想见的世界足济迄个哪？做大水啦，比如你看做这种啊，你等于刚刚水。等到出现了，变起，等到水节，等到最后变伊到伊大海个，有先变无？你咧，等到大海子，所有世界，伊即个就是讲，参照天落遮尔啊一个雨，落到咱这个世界，阎浮提、城市、庄下，拢世界漂流，到尾拢流规定海底来去。所以，伊头前出路的，就讲世间的代志，遮尔啊济。但是你若把世间的代志，一个一拢规定了，咱的性中有，伊个自性中内底当中融化，咱的性呢，拢总无是，拢无规定，因为对所谓公报社会欲盖成人，欲盖成人，欲水上成人，欲水上成人，文说金刚经，文说金刚经，心开怀解，心开怀解，何地本性自有法界之地，何地本性自有法界之地，自用地位相关教导，自用地位相关教导，不教不教文字。比如污水，不如将有，不将无有，原是良人兄弟，原是良人兄弟，令一切众生，令一切众生，一切错误，有情无情，有情无情，世界无论，世界无论，逼穿众流，逼穿众流，逐入大海，逐入大海，合为一体。合为一体，众生本性法界之地，众生本性法界之地，亦有如是。亦有如是。好，以前的
这句话就是讲，咱今日哦，这句话就是咧，比如一个引擎啊，引擎啊，咱就是发展一个世界的物件，这物件这水，这桥啊，这物件后头大海里，这大海有它比如所以以后的一个，比如咱自身，即摆来，即段就是比如咱人的度量，咱人的心灵，欲大成者，欲最上成者，这两种来啦吼。欲大成者甲最上者，欲菩萨甲最上人，咱所讲讲叫做无为性啦吼，最高的一性就是本性吼。因这两个当文说金刚经先开悟者，伊迄文着这金刚经了解注释这不精不教不定不实。道之本性，自有法界之地。你能怎样？本性富有法界之地，咋来？因为讲，因为伊不教，何其出现困住不教，何其出现不不行变，何其出现哦，这两个先来看，将是因为做环境，伊后边拢会贡献。但是这种用来真正用最上讲，咱理解是安怎大圣人最上大圣人甲最上圣人，毋是因为啥物？这点咱来了解。你若有可能大圣人，你嘛可能最上圣人，你看你那个，看你那正常。这个大圣人就是三种法，主讲讲。伊是个复数，伊是个实数。复数、实数比较较起，当然嘛，规个变较较。但是咱理解它，咱就分段爱读，所以咱读起。咁是安尼，咱来研究，咱到复数，大家实数题呢，不能到底考数题，我说，所以咱那变成了，基本上就是教性。好，那就教性。所以呢，习，那么是那可以哦。但是因用文说天空经，是该怎么讲？是安怎讲大圣人在最上圣人文说天空经，伊才无小圣人，伊才无讲300个众生，因为300个众生甲小圣人伊根本就听无，伊根本听无啦。阿罗汉伊根本就听，咱无法。不灵化法经，恁是这个阿罗汉，因为不灵化经的时阵，阿罗汉无称阿罗汉的相，就讲恁这是阿连来称，因为听无走，我该做该，免得你眼见，伊我今仔就到，所以就伊我这个人，伊我都到菩萨，就参照这个菩提果。义，目前这个法学的个义呢，就是他个教养，拜这这个拜，跟你们生活上，这个有地位。所以你今日不知影阿罗汉，不知影讲300个众生，因为天皇这套金刚经不是安尼简单，所以伊无直接讲到小圣人，无直接讲到天人，那300个。今日咱一个人结束，咱过去，阮伫金刚经的第当地时节，有几分30分，已经成因。当咱过去，咱伫道教，咱伫道士一定有修这个法，咱有修到这个境界成因啦。所以今日下当来听咱做，咱今日嘛，甲来文说金刚经，阮当然。你来做，后边对对什么？我们哪来去挑对什么？哦，当然，听到是哪春节？哦，我感觉听到你春节，我真难。我不是，我真好来因为你那你是要讲的，我唔管你若是唔信啊，安尼冇法子啦，咁就对啦。
那个是这个开玩笑哦。所以你有这个因缘，有这个因气，当时我就可以变的时候，我无爱听，我只有你要听，我把对方变成我讲，所以我的对方变，你可以变成我跟对方讲。我讲40个讲，用98小时，用22个讲，一个讲拢讲唔少时，但是迄讲的时间是计，一个人讲唔干，所以伊迄个讲吼，计真大计，所以就这个重点吼，来成人，吼最上成人，咱今日伫咱坐到这，拢是一个上成人，嘛是一个最上成人，心态一定啊。但目前你这心态，你这心态当发无上正定境，哦，所以呢，我的本性，伊来讲哦，我的本性自有发展之地，伊本来就叫的自有嘛吼，听好哦，我的本性自有发展之地，这来讲，我的本性自有发展之地，这个本性都具备迄地位来的。跟你讲，因为你的地位较强，你走第一；你的地位较强，你变走聪明。那个聪明叫做世界聪，那个是叫做地位。因为那个聪明，跟我早讲，那个聪明就是做计划、做比较、做分析，那个想袂做水准。你若袂读这，我来讲这个你就好，因为你就是这。那叫做聪明，那叫做地位，那不叫做地位。所以呢，咱的地位就是叫聪明人教育你。啊，谁来聪明人教育？因为咱的地位就叫你念着，是安尼你念，因为你念着心情就了去，你念着声声就出来。所以因为你的地位比聪明，啊聪明愈念愈清，所以你的地位。所以你要看着表象，你不怕死。你的实相啊，看会到，就是代表你的地位压起来。就敢若讲专业你才看到，啊无看。因为我拄则讲，实相的物件是不一样，所以一定要了解。所以伊来讲，富足对发展之地，使用地位相交往，这个人来讲，咱有可能在反向、主向、负向。因为你该注意，这个呢，哦，反向，马上叫反向，内观其心，外观其实。但是咱要来关照咱的地位关照，现在来关照咱地位关照里面，你嘛讲，咱的地位一定会来了。咱的地位回来，咱让我必须在这来，所以咱地位回来。所以呢，因为咱呐一直修，一直努力，一直修，一直思维，一直修，一直努力出来。无修无代志，修到尾不是对的。因为咱愈修愈修，因为愈修愈修，咱话早好讲，愈修愈修，你的方向不对。咱修到要修到对，咱修到愈修。啊，你是要计较，你是要比较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是辛苦的，我对调。咱辛苦咱的心态袂好势，所以呢，自用本的基地来管教咱学艺，咱无看到咱，咱无办法，修咱无办法，对不对？啊，咱思维对，咱一清楚，咱学艺越思维咱看袂到。因为咱家己要无咱家己不好，别人若甲你讲错了，咱就跳过来。因为喏，你做赢别人，甲你讲着你的错误语，伊你袂看见，咱好性命，咱讲着不离不弃哦。哦，咱问过这里，咱问过这里，啊问咱问感情办，问过。我从哪里？按哪里讲？感情，我这个咱总爱一时半会，一时
是我的先知性，不能叫变成那个，伊是我的定义。当时一个得先生，我的大哥，哦，对海星的因为我是那个，对得是的，我都也表也60%就是没有他是海星，因为这个他看做，伊是我修炼的东西，伊是真的。他所修的入到善知识，修行，那肯定，那还是讲，我无一块蛋在那个，我那个心情，心很对。所以，但那个磨合，咱如磨爱不合，会磨哪一个？但是咱如惊磨了到底是啥物咧？因为咱磨可能，因为咱水果有，咱水果啊，当时爱米吼，爱磨对不对？磨米浆对不对？因为米浆，因为米是不能吃，大家不能直接，你把磨了吼，按变成米浆是它那个米哦，按蛋糊呢，按那个磨糊呢，听，按那个磨米吼，米浓无浓，油墨一体。分种性一体，按那个模糊呢，你无能安尼，不能讲你这个模，你我不断真的，这话这里啊，我给大家清楚。那你讲未吸这小话，叫偏一条，你别个条，未吸这句话，你就删袂掉。啊，你这是用，你这是没模糊，修到就修，啊，愈我都能接到，愈我都接受，愈我都谦卑，愈我都能接，这条啊，所谓最老里当中，你拢袂当去修，不仅不掉，哦，不增不减，不得不修，所以呢，不搞不易，哦，所以小用定位小用，不搞不易，免得不易，那做刚刚看不易。做不完，苗有不高，做先一两年的，文艺文明在个文的，做先的先定位里面的有问题，但是咱是无些情况啊，咱人们聊过啊，到底有咩情况？先练聊过就是右边来，对不对？右边那聊过，啊你无边那聊过，你若不讲那情况有啊？哦，是的。你就是无面，你就是伊那个叫任你伊个打少少，譬如污水，哦，譬如污水，伊就讲譬如污水啦，哦，不种无有啊，吼，原是容颜面地，有一种一点说有情无情，性的如梦，哦，伊讲譬如啦，这比如啦，这个。一切污水，伊就讲，比如这个水的吼，不久无有，比如不种，伊是讲对无变无，伊不是个，伊是原是零天地，咱发现讲，这个零吼，加水吼，加水吼，但是因为伊这个现在这个当中啊，讲这个零。有时间会加水吼，啊，零加水，最加热，应该是在一届这个看法吼，应该较相信。不可能原是零，原是零能天地，这个零，这个零，然后这个龙，这个零，哪个个贡献，袂使讲，袂使讲，这动物的物件吼，这应该袂使讲动物的物件吼。这个年物件就是讲，啊，讲一种，哦，一种的是啥啊？迄个哦，一种年，哦，
气候变化，气候变化变化，啊，这个变化这是一个天气啊热气热气带就是气候的一种的形成。啊，这个形成内底当中，这嘛是一种因伊气候的变迁所引申的迄个下雨、风雨，啊，这种物件嘛是为哪呢？为这种的原方面就是这个宇宙的一个定理，波流的定理，波流这种定理，跟后面这种不变，这是不变的物件。但是这个定理不变了后，叫力，这个力，但是热来当中叫做气，气的当中这个变化。因为力就是叫热，但是力气来到代表的就是象，这是气象，这个气的气是变化不一样。啊，这个流，见爽见美，这个流伊的基，这个气象的变化，气象。如果咱等于完全了解天地，这个领域一块来到，你安尼当中请教。你想咱爸爸最在乎，这个关键模式啊，你迄个大路天桥啊，看到关键模式听，这面顶悬啊，其实你拢，有影拢，这面到我都搞得清，所以很多这个无科无学这个现在的科学，因为所以呢，咱做的分别。类似这点，见所不见为力，它是一个无形，意识无形，气质变化，变化，因变化而让你效，好，应该是我应该按过，所以你就有语言变化，连一切众生，一切车风，有情无情，该色该无论，咱的众生每天要做。水嘛，这个非常多。这情况怎么水？这情况，你看这情况最热了，我心意讲，放做清水不要放做水我的那种炒热，这情况，不要练那讲所以呢，你一起就是一起说有情无情。该无论冰川众流，就大家好体，所以最乱冰川回海，鱼大海，所以呢合一体，所以迄水含的水拢总是一体，所以呢，因这句话，这段话，就是咧比如众生本性关键基地，咱的关键基地就参照这火海。一种如是的思想，就参照这大海，咱得把一切外口的是非，一切的这个所有物件，拢入你这个关键点，你地心以外，这个关键点，你的关键点，因为众生的关键点，众生本性的关键点，这个点你若生出来了后，你我弄了一切，你的点若要出来，你若生出来，你生出来。有你也接触，应该是你我，因为讲，我唔接触啊，重心点就是正是我这点唔正，所以讲本性我这点都参不了，我都参不了，我都忘了一切重心的是非，伊要到伊的心中要伊化这些点，我来清清不了。就是一号如是，伊用着这段话的比如，这落大雨啦，一切山河来水啦，来海，这个海就是讲，这个意思，伊就比如这，所以伊比如咱
重心这地位伊有重要一切，所以咱要重心发这地来处理代志，你要思维，你要琢磨，你要烦恼，你要对立，因你本来的情就一样，你不管什么话题，我上把你混碎，但是你不管，所以这样。做旁边那些，包括广告，那些所在，好，这个是我们各位的实际的内容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众编辑。感谢点团是识别前到1公分到1公。B 班向无极岛母星30公里前到1公，再1公，3公。感谢点团是识别1公分到1公，再1公，3公。感谢点团是识别1公，实价向无极岛母星30公里前到1公。再1公，3公，实价前1公，送下点团是1公，分到1公，再1公，3公，实价前1公，送下点团是1公。好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谢谢。